现代第一版圣经马太福音第17章。6日后，耶稣带彼得、雅各甲雅各的小弟约翰，甲拿因家己爬上一座悬山。伫因面前，耶稣的形象改变，伊的面亲像日头发光，伊的衫变甲亲像光遐尼白。忽然间，摩西甲以利亚对因显现，甲耶稣讲话。彼得对耶稣讲：“主啊，咱伫遮真好，你若要，我伫遮搭3间寮仔，一间互你，一间互摩西，一间互以利亚。”伊还在讲的时，忽然有一片灿烂的云，甲因搭底。有声对云出来讲：“这个是我所疼的囝，我真意爱，恁着听趁伊。”门徒一个听着就趴落去，非常惊吓。耶稣惊活去，甲因蒙讲：“起来，毋免惊。”因一个额目看，只有看到耶稣，以外无别人。因落山的时，耶稣命令因讲：“人子对世人中搁活以前，你毋通甲人讲起所看见的异象。”门徒问伊讲：“若安尼，是安怎经甲教师讲以利亚一定着先来？”耶稣应讲：“以利亚一定着来重新整理一切。我甲恁讲，以利亚已经来啦。毋过人毋捌伊，反正照因的意思对待伊，亲像安尼，人子嘛得要伫因的手下受苦。”迄时，门徒才明白，伊对因讲的是指施洗者约翰。因来到群众遐，有一个人来跪伫耶稣的骹前，对伊讲：“主啊，怜悯我的囝，因为伊得着羊刑，非常艰苦，不时跋落火，嘛不时跋落水。我带伊去你的门徒遐，因无法度甲伊医好。”耶稣应讲：“哎呀，毋信搁腐败的世代，我着甲恁待偌久？我着搁忍耐恁偌久？甲伊带来我遮。”耶稣责备鬼，鬼就对囡仔出去，伊的病随时好去。后来，门徒私下来问耶稣：“是安怎阮无法度甲鬼赶出去？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是因为恁小信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恁的信心若有芥菜籽遐大，恁对即座山讲：对遮刷去遐，山嘛会刷去。无一项事恁做袂到。”门徒自责伫加利利的时，耶稣甲因讲：“人子得要互人出卖，因会甲伊害死。第3日，上帝会互伊搁活。”门徒就非常伤心。耶稣甲门徒来到迦百农的时，有一寡收圣殿税的人去问彼得：“恁老师有纳圣殿税无？”伊讲有。彼得入去厝内的时，耶稣先问伊讲：“地上的君王是对甚物人收关税，还是人头税？是对本国人，还是外国人？西门，你想安怎？”彼得应讲：“对外国人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安尼本国人就毋免纳税咯。不过，咱为着无爱得罪遮的人，入去湖里钓鱼，钓起来的头一尾，甲鱼的喙掰开，就会看到一个银仔，摕去互因，替我甲你纳圣殿税。”